大家好，我係發仔。今日正係農曆正月15元宵節，趁住呢個大日子，等我同大家好好講下元宵節嘅由來，港式習俗有咩關係，仲有必食嘅湯圓究竟代表緊乜？如果大家覺得我講得清楚、夠地道，記得俾個讚、訂閱我嘅頻道，仲要分享俾身邊朋友，一齊留住傳統習俗。首先講元宵節嘅由來，呢個節日已經有超過2000年歷史，仲有幾個關鍵起源添。第一，漢武帝時期，人哋會喺正月15通宵祭祀，太一神係宇宙最高神，嗰陣已經有徹夜點燈奏樂嘅習俗，係元宵燃燈嘅最早起源。第二，漢明帝信佛，下旨令宮廷同寺院喺正月15燃燈敬佛，呢個習俗慢慢由皇家傳到民間，變成全民上燈。第三，道教就將正月15定為上元節，係天官賜福嘅日子，象指住新一年福運昌隆。仲有一個傳說，話漢文帝為咗紀念平定動亂，將正月15定為節日，祈求天下太平。種種原因一齊就演變成今日嘅元宵節啦。講完由來，順便同大家講下你哋可能好奇嘅習俗。其實喺元宵節嘅飲食演變入邊，最早宋朝之前，元宵並唔係食湯圓㗎。南朝時期，人哋係食用肉同動物油熬煮嘅豆粥、米粥，亦都叫做雜粥。後來到咗唐朝，變成食蠶狀麵、食銅烤餅，直到宋朝先至出現用糯米粉做嘅浮圓子，亦即係湯圓嘅前身。所以雜粥其實係元宵節飲食嘅老祖宗。而家香港雖然少咗人在元宵食雜粥，但呢個歷史小知識真係好值得記低。最後就係元宵節嘅靈魂，食湯圓究竟代表緊咩呢？第一，最核心嘅就係團圓圓滿，湯圓圓碌碌，象指住一家人團團圓圓、和和美美。無論南方包製嘅湯圓定係北方滾製嘅元宵，意義都係一樣嘅。第二，代表甜甜蜜蜜，無論係芝麻豆沙定係蓮蓉餡，都係甜滋滋，寓意新一年生活順利，甜甜蜜蜜。第三，喺香港同廣東一帶，仲有食彩頭湯圓嘅習俗，有啲人會喺湯圓入面包硬幣或者糖果，食到嘅人就代表新一年行大運、招財進寶。今日元宵節，無論你係屋企自己煮湯圓，定係同朋友一齊上燈、猜燈謎，都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傳統節日嘅溫暖。好啦，今日關於元宵節由來、習俗同湯圓意義嘅分享就到呢度，記得讚好、訂閱、分享。我係發仔，下次再同大家講更多香港地道同傳統知識。拜拜。